传道书原本美丽，受我放纵的了所把你。虽然应用代代回出，可惜拢烦恼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甲咱收听由阿基所主持的行政学考试正经的综合式的课程。这回咧，咱要来讨论的是叫做财务行政。财务行政听这个名就知影讲，甲政府要安怎来去管理政府的钱啊，是有关系，叫做财务行政啊。这个财务行政其实啊，最近自去年开始，这个国民党甲民众党两党伫咱国会内面啊，踮遐咧创销创片的时阵啊，真侪社会民众开始来去熟悉到，原来预算啊是到底啊安怎一件代志。所以咧，这个单元啊，现主是应该嘛是上清的一个单元，爱互咱的国民拢知影讲政府的预算到底是安怎，咱才有法度来去知影讲即寡立委伫咱立法院来去做预算的审查的时阵啊，是有道理还是无道理，啊无道理的就该罢免安尼哦。好，咱考试的时阵啊，财务行政嘛是一个一定会考的单元，伫咱的高等考试25题内面呢。一般拢是伫13到14题左右啊，来出这个财务行政的题目。所以你若是会惊的话呢，就头大先甲你的这个考试卷，你就先为这个第13、14题左右啊来去看，应该咧就是咱财务行政的题目啦。这个财务行政这个单元有人真惊啦，实际上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啊，因为咱25题内面，咱讲你只要写着20题就会使啊。一般财务行政差不多2题到3题左右啊，所以上歹的状况之下，你完全拢袂晓，拢用药的。其实啦，嘛是伫咱5题会使互你写毋对的题目内面，所以你毋免有太大的压力。过来就是讲啊，这2、3题咱敢有法度来去掌握，尤其是这个财务行政，真侪人真惊啦所以咧。我要甲大家讲，完全是会使来去做掌握的，因为伊的内容其实你用有架构性的方法来去掌握是真简单咯。你讲有啥物款的架构会使来去用上短时间来甲财务行政掌握咧？头大先你要先了解到财务行政伊的意义，甲有啥物款的这个功能，这是上简单的。过来咧，有主要的3个大部分来去建构财务行政的架构。头大先就是财务行政的流变，这个流变是咧讲美国的预算的制度要安怎来去做变化，这是第一部分你先甲伊记起来，等下咱才讲较有诶。过来就是咱国内目前预算法内面规范的这个预算的流程，这是第2部分嘛，是题目应该上侪部分。第3就是除了着美国预算制度的流变，甲目前预算法内面的流程以外，阁有其他甲财务有关的主题，包括着特种的基金政府要安怎来去买物件政府的这个公共债务，甲最后就是地方的财政，这是其他的主题。这个部分要出就出，无爱出，伊可能嘛无题目主要一定会出的，先甲大家报告就是有关这个预算流变至少会有1题预算的流程嘛，至少有1题其他的即寡财务的议题咧，就看伊要出无爱出，就是安尼。好，咱头大先先用上紧的速度帮大家搁想一解讲这个预算的流变大概安怎来变上重要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迄叫做传统预算。单纯的绩效是讲有啥物款的这个较先进的预算的运作，无就单纯的算效来记你开偌侪钱安尼咱讲有现代意义的预算的制度，迄爱到1949年的时阵，迄叫做绩效预算绩效预算真重要，真重要。你要了解讲绩效预算的意思甲伊咧政府内面使用的时阵去拄到的问题。过来伫1960年代咧，有人就甲绩效预算搁进一步改良，甲变做是设计计划预算制度 PPBS。
就是将即个时间搁扭较长咧，因为迄当时因美国有即个国防诶需求，甲即个社会福利政策诶需求，你要创一只战斗机即个潜水艦，拢爱有诚长诶一个时间来做规划，所以 PPPS 即个上大即个会使讲伊诶特色就是讲甲即个预算诶时间创较长诶安尼过来伫1970年代，阁有即个零基预算啥物叫做零基预算？就是零基础啦，完全拢无基础就来编即个预算，这是叫做 ZBB， 也就是讲你咧编预算诶时阵莫超旧年诶来改，是爱完全拢为零开始开始来编，这主要是要去对抗即个渐进预算。渐进预算就是渐渐来去前进即个也就是我拄则讲诶，你 copy 旧年诶来甲伊做一个小可甲改一下，即就是即个渐进预算渐进预算会造成讲政府诶支出愈来愈大政府诶财政诶负担会愈来愈大，所以零基预算就是要来处理即件代志。但是真歹用，所以零基预算伊诶好诶甲歹物件你拢爱家了解，因为这嘛是一个真爱考诶类型。最后就是心绩效预算，也就是 EB 也是 NPB， 这是伫1980年代受到 NPM 诶影响，嘛叫做企业预算制度，是安尼。看伊诶名足侪啦，所以你爱看怀伫考试卷内面伊会写到你熟悉，就是安尼好，以上就是自1940年代到1980年代即个预算的流变，真至少会出一堆。你讲会使出对一个类型的，对一个制度，其实拢会出啦。所以咧，你就小可甲看者就好，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就开始来考预算法内面咧考预算的流程，包括着一开始咧编预算，过来送去立法院来审审了后来去做执行。最后来去做即个决算甲审计诶，即个流程伫编制审议执行到上后壁即个审计诶部分拢有诚侪预算法诶配合你一定爱甲伊创互清楚。头代先伫咧编诶时阵，你会知影讲，咱诶是对一个单位咧编国家诶税入甲税出。其中诶税入诶部分，都搁爱分做有啥物款诶税入，包括着咱最近5月要来纳税嘛，国税甲地方税，这是诚重要一个考点，请你一定爱注意。搁来总预算内面呢，包括着啥物物件若是你诶收入甲支出之间呢，会出现即个无够诶时阵，要安怎来去补，这嘛是过去有考过。搁来就是你总预算行政部门爱伫8月正前呢，甲编好送去立法院，立法院呢有4个月时间来去做即个审查。伫即个审查过程当中呢，宪法就甲你讲，袂使来去提议增加支出，这是正重要一件代志。搁有正重要一个就是讲伫预算法第54条的所在，伊讲的就是讲，若是新的年度开始但是预算还未编了。要安怎来去处理？这一定爱去注意因为咱其实最近几年的预算拢无伫时间正前来去完成审查啦，所以54条你爱诚熟。好，若是审查了后来去执行，哇，这题目就诚多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一方面爱去控制你的预算，迄叫做分配预算。OK，过来你控制，但是嘛爱有互伊一寡的即个弹性包括着经费会使来去留用这就是伫预算法62条、63条的部分，啥物款会使留，啥物款袂使留，你会看甲诚清楚。过来就是22条内面讲即个有备金有第一有备金甲第二有备金，你嘛爱家己创互清楚伊是编伫无共款的所在编偌济嘛有无共款的规范。过来就是追加预算伫追加预算下加即个特别预算来去
参做伙，甲你母教你毋知对一个是对一个，这分别是伫有算法79条甲83条的部分，一定要注意哦，因为咱最近看到立法院的这个新闻，伊就是咧查这个特别预算啊，过去韩国瑜这个爬出来韩国的，伊就讲啊，用这个对价预算的方法来去处理去年啊，去互这个北南政党啊乌白乱删的即寡预算。但是咧，即寡物件啦，其实啊，过去就一直咧考，啊，最近阁有即个新闻的事件，所以你会使阁家己看互详细。最后咧，考即个执行了后啊，上最后壁的一个环节，就是咧做审查审计部分，啊，审计较简单，啊，所以你着小可甲了解一下，尤其是这绩效审计的部分，看看就会使咯。啊，审计了后咧，送去立法院，搁做这个审议，啊，伊若是无意见的，的话咧，就甲伊通过，就是安尼。这个部分啊，至少嘛会考一题，啊，拢是咧考法条的部分啊，所以请大家爱看真济，安尼就对啊。过来就是其他的主题，包括着这个特种的基金啊，啊，这是伫预算法内面啊，第4条啊、17条、19条内面啊，搁有这个第4条咧讲伊的种类，你要甲看好清楚啊，这是伊可能啊会出题的部分。过来是这个政府来去买物件，爱去遵守着政府采购法。啊，政府采购法其实咧伫国家考试内面无考甲太过困难哦，所以咧主要就是政府采购，伊要向对一个人来去买物件，啊，有啥物款的人受到这个采购法的规范，啊，有啥物款的采购的类型，啊，用偌侪钱来做采购，伊的这个招标的方法大概就是安尼，啊，甲这个决标的方法大概就是即寡考点。过来就是债务的部分，其实咧最近题目较少，你会使去看这个公债法，也是这个纪律法的部分。啊，地方财政就是咧讨论讲中央甲地方的财政的关系啊。最近因为嘛有新闻嘛，所以可能啊嘛有机会来出。啊，这若是一般民众的同学，恁就爱正熟，因为这是恁一定会考的主题。啊，若是放伫行政学内面的较简单啊，就是咧考这个政府之间啊，咧财政要安怎来去做移转。包括着这个分配款，甲这个补助款的部分，啊，你爱小可甲看一下，因为最近也有一寡新闻，好啊，差不多就安尼啦。啊，以上呢就是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咱的财务行政伫咱的25题选择题内面呢，差不多啊应该来去出2题到3题左右啊，一题一定会考的就是流变，无共款的制度，一题是咧考这个预算法预算流程，啊，第3题就看伊要出一个议题，还是搁出一题制度啊是这个流变的过程，差不多就是安尼啦，所以咧。应该讲啊，无讲太过困难，啊，伊会考物件呢，就是一直咧考，一直咧考。你透过这个考古题的部分啊，应该写了2-3年，你就会使知影讲啊，伊定咧考的就是迄款物件，啊，准备起来就会使。啊，上歹的状况呢，你2-3题完全拢用摇的，我嘛感觉嘛是会使。你若真正要安尼做的话啦，因为你会使毋对5题嘛，啊，你用摇的嘛，可能摇掉啊，安尼嘛使啦。好。所以以上呢，用上紧的速度帮助大家，搁甲这个财务行政的重点，讲过一届，啊，希望帮助大家更加伫考试进程啊，了解到这个单元2题到3题内面啊，差不多会考啥物款的物件。好，咱这回就到这，咱后一回来讨论一个单元叫做公共管理。啊，公共管理的题目其实啊，比这个财务行政搁较少，所以咧，你若是啊，会烦恼公共管理其实咧，无太大的道理，因为公共管理的题目啊，比财务行政搁较少啊，是安尼啊。好，咱后一个单元再搁讲啊。咱这回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个平安大汉钱。